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1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总增加55,187个本土病例，中重症各加446例，死亡个案有154人。指挥中心表示，6都的病例数拢有降1成以上，已经有明显的转好，希望后礼拜会当降到5万例以下。另外，咱边境阁查到17例 Omicron 变异株 BA.4 甲 BA.5，嘛头一摆验到10岁以下囡仔为着这款变种病毒。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降温，17礼拜5新增加55,187个本土病例，各县市确诊病例数拢无超过9000例。以台中市新增加8000多例上济，台北市降到3000多例，中重症新增加446例，死亡是新增加154例。6都的部分都有下降10%以上，所以目前这一个逐渐下降的这个趋势看起来是很明显。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概在下一周可以稳定的让这个本土的病例数都能够控制在5万例以下。伫中重症个案内底有3件二小病例，包括一个7个月查甫婴仔，5月发烧送急诊，有肺炎、喘气困难，好在经过治疗了后，5月底已经出院。另外，还有一个18岁少年，6月初是车祸送医开刀，算是车祸创伤强病。还有一个是4岁查某囡仔，6月中因为发烧慢慢送急诊，经过诊断是脑炎，目前也搁伫加护病房治疗。这算是儿童感染了后并发脑炎第21个个案。总共累积21例的脑炎，肺炎增加1例，所以累积11例的肺炎或细支气管炎。总计有59例的儿童重症，目前的死亡儿童人数还是17位。另外，境外移入确定个案内底，又搁查到17个 Omicron 亚型变异株，分别是一个 BA.4， 一个16个 BA.5。目前累计边境查到的新变异株拢总48例，其中传播力较悬的 BA.5有40例，占8成3 ；BA.4有8例。另外，头一届看到儿童感染 BA.5是一个美国籍10岁以下儿童。这位男童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在入境的时候，那他也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那检验出来的习体值是27。根据统计，今年5月初1开始确诊个案的自主回报疫调，到6月16为止，确诊人数是3025000多人，有将近9成确诊者会当伫4点钟内得到电子隔离通知书，不过也是有1成7，差不多52万个确诊者，可能因为电话错误，还是无利用简讯的连接回复，所以无法度得到后续相关电子化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后病执委会17正式提案，建议乌克兰正做后病的候选国。后礼拜后病峰会就会讨论这项提案。针对乌克兰要加入后病，罗西亚总统普京表示无问题，嘛未反对。那英国首相约翰逊向访问基辅，佮宣布要伫乌克兰启动一项军事训练计划，伊个用120日就会当训练1万名乌克兰的军人。The Commission recommends to the Council, first, that Ukraine is given European perspective, and second, that Ukraine is given candidate status. 后病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7提案建议乌克兰加做后病候选国，佮强调乌克兰为实现欧洲理念牺牲，希望引导人活咧南朝欧洲梦。这也为后病领袖伫下礼拜峰会顶悬签署这项提案铺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按算伫特别军事行动结束了后，恢复甲乌克兰关系，也无反对乌克兰入后病。Во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блоком,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ас. Поэтому мы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и я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 здесь наша позиция он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понятная, но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имеем против,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对俄乌情势，普京阁表示，早晚会恢复正常。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感谢后病执委会决定。Говорив сьогодні з пані президенткою Єврокомісії Урсулою фон дер Ляєн. Подякував їй та усім членам Єврокомісії за лідерство, за сьогоднішнє рішення. Також говорив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Європейської ради Шарлем Мішелем. Координуємо кроки.
另外，英国首相强生17日有境第2摆访问基辅，强生甲泽伦斯基会谈了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会继续提供军备甲军事训练。首相办公室指出，新计划会在乌克兰境外执行一项军事训练，传授实战验证过英军专业技能，安装110天，应训练1万名乌克兰军人。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今年4月捌带访问团来台湾的美国民主党主席梅兰德兹甲共和党参议员格里汉，16做伙提出台湾政策法案，内容包括提供台湾军事援助、制裁中国威胁，佮甲咱台湾列作美国非北约的主要朋友。接落来是自由时报，台湾茶品质好，名声透国际。不过行政院抽验183件关价台湾茶，发现其中36件瓦楞城实淡较俗、品质较歹的进口茶，这阵已经移送检方侦办。接落来是中国时报，食药署昨宣布核准6个月大到5岁囡仔注Moderna疫苗，预告7月开放注射。另外，也核准18岁以上注 Novavax 疫苗，不过什么时阵开始注，就要等指挥中心讨论决定。讲到最近有真侪人伫确诊3个月内又搁快筛阳性，这敢算是感染第2摆咧。指挥中心专家会议讨论，讲确诊3个月内，除非检验证明搁去挖到无共的病毒株，若无就算镜头变严重，也会认定是病情搁压起来，毋是感染第2摆。指挥中心也讲会和专家讨论，看有啥物款的条件才列入感染第2摆通报。若配套的措施，等讨论确定了后，卖做伙来公布。台北市一个女性上班族5月初9头一遍确诊新冠肺炎，完成隔离治疗了后，6月13佮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病院挂急诊，无想到 PCR 采检 CT 值是13，医师怀疑是第2遍感染着，不过伊无法度佮填写自主通报系统，也无收到隔离通知单，即马要请假看病拢真困扰。发高烧到39度，然后穿了2件外套，还很冷，还戴着帽子。后来医生觉得说，那不然验一下 PCR 好了。然后一验发现13，然后他才跟我说，那这样可以再次通报。因为类似这种案例愈来愈多，疫情指挥中心16日下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第2摆感染的定义。建议是3个月内，准讲镜头变严重，除非检验证明感染其他病毒株，安尼无就当作搁压起来，毋是第2遍感染。确定它是2度感染，最好是能够做2次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检查，确定它是不同的病毒株才能够确认。但是在实际上没有办法每一个个案都做到这么详细的检查。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表示，国际文献显示，感染 Omicron BA.1 了后，佮感染 BA.2 的机会是1%至3%，机会真少。专家提出意见了后，后续有倒一寡条件会当列入通报，也甲相关配套做法等，听候讨论确定了后，会佮对外公布。后续的一些跟比如说自主回报的系统等等这些会联动到的这些隔离甚至说开药治疗的这些措施所以这是联动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把这个我们的2次感染的这个定义先确认之后，很快就会跟大家做公布。罗义军是讲，伫第2遍感染相关指引出来进前，若是医师临床评估有符合第2届感染条件，也是会当通报。地方卫生局会当用手写的开隔离通知书。记者综合报道。大兴公司涉嫌用中国製快篩試劑假造美國貨進口台灣，國民黨就質疑完全無醫療器材背景的大興公司是安怎會當通過食藥署的 EUA 審查，懷疑是有顧問公司佇後壁操作。指揮中心表示，食藥署毋捌這間公司，但市長也毋捌甲因做伙食飯，絕對無掩護的問題。大興資訊公司涉嫌進口中國製快篩試劑，參照美國製造來賣。國民黨立委質疑，為去年到今年6月14，向食藥署申請進口家用快篩試劑EUA總共有316案，通過只有33案，通過率只有10%。其中大興公司4月1日送件，扣除假日短10個工作日，第5月7日就摕到 EUA。3月11號，美國的 FDA 才示警，4月29號，愛康公司自己也發出聲明示警，說這可能有仿冒品。那我們的食藥署在發 EUA 給大興的時候，
都不用再回头去看，都不用再做审查跟了解吗？南洋入会这期，担心公司无任何移财背景，所以得标未快贷，是因为有小破书股份公司伫后边负责操盘。民进党立委林淑芬10日也伫面册发文表示，原本要代理富达的医疗科技发现产品问题，早伫5月13就发现卫福部告知，这款快贷灵敏度只有34%，而且有假流入市面，请卫福部撤销 EUA。5月12号，食药署早就知道了有问题了，而且还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吴秀梅要负责，所以这样子的包庇，你还不用下台吗？检调都在调查，对于他违法的产品，我们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处理。那有行政处分，还有一些刑法的部分，绝对不可能包庇。民进党立委陈文平表示，热销产品已经计划，若任何人有证据，卫福部或者是核准过程有问题，欢迎检举。国民党团结期的小朴素股份公司甲小树关系真好，网络阁流传小朴素去年甲陈市长食饭的影片。指挥中心回应，小树未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是公司影响审查，陈市长甲其他长官也毋知小朴素是啥物人。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一间泰药店发生火灾，致使规家伙11个人，有8个人死亡，也因为规间铁厝烧甲变形，目前先用网仔围起来。那细蛋的厝主是守伫灵堂，较近当咧隔离的大汉后生嘛穿防护衣来念香。念经的声为灵堂传出来，8名罹难者遗照已经藏好，一场大火阴阳两隔。事发迄时阵，一直冷静处理的细蛋的厝主，面对排灰，目屎是连落来。早起9点外，伫做兵较近的大汉后生穿防护衫、挂面罩甲手笼，全副武装出现，一直等灵堂的人散去，才入去念香。一把火烧掉圣诞厝主所画衫甲鞋仔，这2天拢穿临时摕到的衬拖处理后事。市府民政处甲社会处也拢到灵堂，除了开死亡证明书，也协助生活所需。虽然市府已经免费替安排大所在，不过伊选择酒店灵堂甲亲人拜会做伙。他目前的心情还算是平复很多了精神上他们觉得怎么做比较好，我们都会尊重他全力的来协助。烧甲变形的茶联行市府也伫外口为铁片，为咗民众炸火来致意，数量未少。伫外边排开，有少年10人感染，回头抢救囡仔妈妈，有人虽然是非亲非故，也想要带来关怀。感念母亲的伟大，所以才来的。这个老板人很好，然后我们家在这边修车修了10几年。心很酸，小朋友这么小，就这样子，就请节哀。厝主罹难查某囝的朋友也写小卡片祝愿伊化作前方随风而行。朋友叫潘年的细蛋的查某囝，社群小号公开，伊真爱户外活动，平常时也会照顾3个孙仔，活泼开朗的模样。真侪年前，伊带出一家5个人斗阵翕相，甲爸爸妈妈2个兄哥真欢喜。此情此景，如今已经是天上人间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进前发生一桩翁仔某尸体案件，有一对泰国翁仔某去互嫌犯抬死了后，尸体互拼伫桃园高铁站停车场的车后斗，嫌犯就逃走返去泰国。不过，这个嫌犯目前已经向泰国的警方自首到案了。初步我们的调查也是有一些投资金钱的纠纷，经过他父亲的劝导，因为被害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同村庄，希望透过国际的合作，能够将犯嫌引渡回到本国来受审。我们虽然没有跟他们签订司法互助条例的这相关的协议，但是可以经由个案来发动这个司法互助。警方也头一摆公布嫌犯到机场了后，挑工换衫出境的画面。警方强调，刑事局的驻泰国联络官甲泰国警方保持直接全力追查。嫌犯目前已经甲泰国警方到案。那咱台湾也希望透过司法合作的方式，让嫌犯会当来台湾受审。
若讲到中国暂停台湾石斑进口，农委会表示会透过内外销、加工等等的方式扩大市场。不过石斑的体型较大，骨头较硬，肉质较 Q， 连专业的总铺都爱开长倍时间去处理。农委会国际处表示，后半年会针对西方国家的市场来加强行销，会甲鱼肉切片或者是切块来包装行销。石斑除了用吹，还可会当安怎食？其实会当直接杀一个。我只是很香，很好吃。不过石斑要粗肉切片，一般人可能较歹处理。一尾2斤的石斑，总铺师讲，刀仔都爱磨正来，这较好加真 Q 的鱼肉切开，佮加因为鱼骨较硬，连伊出手都要加用1倍时间。加上石斑鱼它本身的体型啊，都比一般的鱼个头还要来大一点，所以说在做切割的时候呢，往往会造成一些家庭主妇的一些小小的困扰。石斑较早拢伫餐厅料理，专鱼要推广到家庭，比较靠技术的限制。总铺师建议家庭以规尾用吹，还是直接买切好的鱼片、鱼块来料理。面对外销市场，农委会下半年希望推广华人以外地区，预估300栋，以当地消费习惯来推广产品。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在美国、欧洲以及纽澳这些国家，来开发更多的鱼片以及轮切，也就是切块的石斑鱼产品。下晡农委会甲外销业者座谈，宣布因应疫情运费成本提高，外销石斑奖励到亚洲的海运每公斤补贴40块，到其他国家50块，空运是分别补贴75加90，外销去欧美等市场会阁加钱。为了鼓励外销业者能够开发这样子的产品外销，所以我们每公斤会再多10元的奖励金。渔业署声明，销去中国石斑去互对方指控验出禁药，牵连的11位饮食场，包括鱼啊、水也加图检验拢合格，呼吁中国依照同款标准提供科学证据，共同查清楚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欧洲地区今年的热浪是早跟晚，法国、西班牙拢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热甲冻袂调。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气温嘛是直直升悬，超过1亿人受影响，安尼用电量是介惊人。美国对墨西哥湾到5度湖区，这礼拜受到破纪录的真热天气的侵袭。以德州休斯顿为例，往年这时期上高温大约在摄氏32度左右，在落却是来到37.2度，有加19也会升到38.3度。真热又搁翕湿度搁悬的气候形态，用电量需求是一直上升，2摆超过升悬的纪录。One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when you have widespread region-wide heat waves is that no region is really left untouched. And so there's very high electricity demand for cooling and other needs across cities that are home to tens or eve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西澳地区更加是热甲真恐怖，往年7、8月大热才出现的高温，今年6月中就来报道，而且也冲到历史的高温的纪录。英格兰东南部17气温上悬来到摄氏34度。法国地区的温度分布图是红记记一片真大片，拢是危险等级的40度以上高温。位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16出现43.1度的破纪录的气温。首都马德里街路上，最近更加是定出现，予日头晒死的鸟仔囝的尸体。Muchas de estas crías lo que van a tener que hacer para no morir literalmente abrasadas es saltar antes de tiempo de los nidos cayendo al suelo y son esas aves que nos encontramos por el suelo cuando caminamos normalmente por las calles de nuestro pueblo o nuestra ciudad. 气象单位预估，法国的高温18来到上悬，所来是德国、西班牙、波兰甲奥地利未来几天也无得脱离真热的天气的形态。这两位伫欧洲东部的乌克兰、俄罗斯下礼拜也会拄到高温的天气。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海洋粪扫的问题真严重，荷兰有企业推出机器刷鱼会当食粪扫，还有炸粪扫的大气泡。另外，还有澳洲的科学家发现大卖场的肠仔内底有会当分解塑胶的酵素，咱做伙来看卖。
海洋本色污染是即马重要环境议题。经济估算，每年有880万吨塑胶本色流入大海，其中差不多有300万吨是透过河流流入去。所以有科学家呼吁，应该为源头就阻止本色流入大海，到荷兰环保科技公司开发电动机器本色刷，专门收集水上本色。文上看到这只本色刷体型轻巧，长度157公分，按过一摆上济用食160公升的本色。The wave shark is based on the whale shark, which has a large mouth for capturing its prey. So that's why we have 2 pontoons, one on each side, so that the waste can come in from the front and it gets trapped in between the pontoons. 将压缩空气拍入水底管线，气体为管线顶悬数千个小孔喷出来，倒伫水面，成做一道水泡壁。这套安装伫荷兰维斯特多克运河顶悬的大气泡屏障，由荷兰政府甲当地新创企业合作，正是有效拿查80%的物件，暗过有增加经费。这是治标无治本，真正解决是减少塑胶垃圾。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ith marine debris or plastic or trash in our ocean is we don't want it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So while all of these devices are incredibly helpful, we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e upstream solutions of generating less waste from the consumer standpoint, but also the industry standpoint. 另外，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大麦糖幼糖盐混解塑胶。研究者表示，因吃幼糖3礼拜的保利龙发现，因存活到真好。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因的肠道有几种酵素盐混解剧本意思。未来团队会努力找出上盐有效混解塑胶的酵素，高大量制造，有希望成做环保救星。公司新闻王亚峰报道。天气报你知，即阵当咧透西南风，今仔日各地头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北部、东部可能会落短暂雨。若华东地区气象局透早是发布高温特报，可能会出现热小风，温度上悬可能会超过36度，请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4度到37度。外岛地区23度到31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